大家好，今日用盲女玩潮汐盛宴。我今次又揀咗呢張卡啊！哇，見到小提琴啦，死緊啦！今次佢都睇到我。另外一隻鬼喺對面，千祈唔好心急砸板啊！哇！好彩我整唔中，好近啊！仲未夠錢買香水，夠錢啦，快啲買啊！哇！原來佢有閃現。呢個波呢係 hold 到15秒㗎。哇！佢啲技能唔係好準喎。太近啦！噴香水，個盾可以護住我轉點啊！又俾我打中咗啦！走先，佢唔搞我嚕。最後分享返上次話抽到呢張卡有咩用啦。我試咗用護踭係可以撞暈隻鬼，掀氣球去打斷佢，一嘢撞埋去。